每個人睇套動畫嘅感覺都唔同，我覺得最觸動自己可能就係你係善良，只係你唔記得咗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對別人要求高嘅人，通常都係對自己要求好高，或者唔能夠愛別人嘅人都係自己唔能夠愛自己。所以我好想寫呢一句嘅原因係，我想大家都體諒自己咯，愛自己。我係 Polly 楊寶雯，係世愛嘅監製同編劇。我係一個好中意講故仔嘅人嚟嘅。我好細個已經有好多嘢好想表達，世愛其實係我其中一個夢想啦。當然，我好想用一個故仔去講啲人類人性係啲咩嘢呢？一套電影去表達到一個咁樣嘅課題，對我嚟講係一件好好玩嘅事咯。世愛呢套動畫片嘅存在係非常之妙嘅，因為我諗冇人會諗到香港會有一個動畫團隊會用咗足足7年嘅時間，超過100個動畫師去做咗一個動畫電影。呢個動畫電影係121分鐘。其實喺好耐以前呢，我就住喺海外拍電影嘅。有一段時間呢，我住咗喺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。咁呢個地方呢，我嘅屋企樓下係一個十字路口嚟嘅。咁但係呢個十字路口呢，就係冇紅綠燈嘅。你會見到啲人車都係爭過呢條馬路，咁就有好多矛盾發生啦。咁我就開始想去寫一個關於放下 anger 嘅故仔。嗰一段時間我就睇到《千年鬼》呢個小說，關於人鬼呢啲部分，我都覺得好形象化咗我哋憤怒嘅嗰一種感覺。咁我覺得好好，我想將佢改編做電影。咁邊個人可以做到小鬼？我喺度諗緊，我真係揾唔到。同埋我驚啲人以為呢個係鬼片啊，實拍唔 OK 喎呢件事。咁我就忽發奇想，我就話不如我做動畫啦，探討呢件事，甚至用輪迴去探討人性，探討心結，探討放下。我就用我有限嘅能力去做到我自己覺得最能夠表達到嘅可能性。成個過程除咗你寫完個劇本，你說服到你嘅投資方，你說服到你嘅團隊去相信呢件事係做得到，完成咗套動畫都唔係最驕傲嘅部分。最驕傲嘅部分係第一次播俾觀眾睇，因為觀眾接收到俾出嚟個反應，先原來係成套電影最後一個完整嘅 episode。2025年6月，我哋去法國嘅安息動畫電影節，在場400幾個位係全部 full 晒，連第一行都係 full。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考驗，因為我第一次要俾人睇到動畫，仲要係廣東話配音，完場嘅時候觀眾拍手掌嗰種係一個好真實嘅 appreciation。我覺得嗰個就係我圓夢嘅位。跟住之後，我哋就都入圍咗好多國際嘅動畫節啦，或者電影節啦。最近係喺金馬攞到呢個最佳動畫電影。其實我諗嗰個成個過程，我最感動嘅位係我可以同所有嘅工作人員一齊分享，因為我哋係全部都係四散咁樣喺網絡嗰度開會啊，去交收嗰啲shorts。所以其實嗰種開心喜悅就係大家可以聚首一堂，同時仲要攞到呢個獎，咁我覺得好圓滿。其實呢，好似而家係冇人知道點樣做，由個動畫去到走全世界呢一個咁樣嘅經驗，好少人有。所以我應該 coming 都會有幾套動畫電影會 produce 嘅咁樣。世愛係會繼續落去嘅，更多啲人知道點樣做。